昨台大病院外墙有皮工程因价倒去，本地院方是表示讲无造成伤亡，也毋过落尾发现讲有一个印尼移工皇帝死。台北市的检处指出讲，现场囤上侪物料，因价未砍折已经要求停工买来处罚，依送地检署去侦办。台大病院声明嘛强调讲，因会来配合调查来厘清原因。 警方透早就伫台大病院施工外壁的廊道有黄色的封锁线，禁止进入倒行有物件搁落落来，共上过路人也是车辆。因为2早起8点半，台大病院东至院区外壁规排烟架突然倒去，除了扫到一台车辆受损，也造成一名49岁印尼籍移工死亡。被停工了，被停工，等待那个法官判决好不好？一切不对外说明。针对这件意外，承包商工地主任无愿意加讲。台北市劳检处初步检判，事故原因是堆放伤济物料，超过严格符合的限制，已经下令停工。后手会移请劳动局依法裁处，相关会当处30万的罚款。 搁移送地检署侦办，台大病院也发声明强调，会全力配合劳检加检警调查，厘清责任归属。我们的契约是整个工程是包给一个公司嘛，那不管是台大医院或者是我们委办的这些公司，包括建筑师事务所，我们都会全力的协助配合调查。收纳迟来部分，我们当然是以罚锾的部分就会用最高法来罚，然后可能会把雇主啊。 有涉及刑事部分的部分，我们会移送地检署。台大病院指出，第一时间已经启动应变机制，佮提供安全动线，确保民众出入安全，全面检讨现有的施工监督甲安全流程，杜绝类似的事件佮发生。北市劳检处也强调，承办厂商爱提出防灾改善计划，提高复工计划书，经过现场查核通过了后，才会同意复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